人妖。妈，谁？我真吓到了。拍头，拍头。你得走开啊你！给我穿多钱啊？很喘啊，讲不出话。在台湾，当年认真抽到精神疾病基本医生看呢，都有250万3人按多。2019年，客家电视台决定屯精神疾病拿来做题材，创作出无言天嘅好日的，想要用戏剧来改变刻板印象。后悔了哦，爱装嘛，爱装病。曾经是一个护理人员啊，那曾经在待过这个所谓的精神疗养中心，然后写出来这样子一个故事，我个人就觉得还蛮特别的。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更了解这些所谓的我们，因为他们是病人，我们不能当他是怪人，所以我希望透过影视的方式来提供一些正确的一些知识跟正确的一些观念。比到的戏出克服的到实际状况，将托场景，大家都讨论的规矩。其实我们当初的设定，当然最早的设定，它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精神的疗养院。那我觉得在制作的过程中，第一个碰到的困难当然会是场景的问题。你是要设定在什么样的一个地区？它是一个都会型的一个场所，还是它是在一个社区型的？我们最后讨论出来说，我希望它是一个地区型的，它不是一个都会型的。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说，好，那这个区域呢，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疗养院所，它大概就长得就是那个样子，还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想象空间？老师，这边是我们的护理站，那边是病房，这边是活动室。如果有空的时候，我们会带病人在活动室运动一下，舒展筋骨。很好。那先让他们填一下资料，带你们过去这边。好，谢谢。走。我们希望未来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疗养院所，或者是所谓精神的康复中心。那这样的一个康复中心，其实它是处于在治疗阶段跟所谓的已经治愈阶段中间的一个康复的过程，所以我们最后做这样的一个设定。右脚来预备走，右脚左脚左脚开，左脚右脚开，又回来画个圈，很好。编剧王青天由护理临床教师资格，是操到邵武珍。伊想要用文字作品去分享伊看到的世界，也个希望每一位听嘅优良剧本。因为其实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想要替精神病患去除污名化。是误会啦。什么误会？哈，伊无有怪阮囝，伊暗时也袂困，会走出来遮，为什么？伊骗笑的啊！我进前就讲过啊，社区有这款人，就是定时炸弹，恁大家拢唔相信，即摆事实证明啊哦，大人大整甲一个无情过，恋童癖哦，哈！我你讲。那不过去除污名化有2个部分，一个是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病患的污名化，另外一部分是病人对于自己这项疾病的污名化。那我会比较偏向第二种，就是先让病人可以接受自己的疾病。原谅我好无？原谅我妈妈做唔做咧？原谅妈妈好无？假使我无不平。我爱不平，唔是爱嘅唔错，係运气唔好。古數咩唔係唔嘅唔錯，唔係嘛啥嘅唔錯。愛啲愛係一隻太麻煩。没麻烦。愛啲愛老偏而無強用。老偏而強用。唔過媽媽唔講過，就是因為愛老偏而無強用。愛做嘅紙飛機，將做得比偏人較高。那我会希望可以尽一点点的力量，让病人们可以先接受自己，因为你要先接受自己，你才有办法求助。我老人讲哦，以后拜停用哦，迄人懵到什么人来讲，爱停停。
丁太太，这精神科的药是不可以。妈妈，어머니 몸도 있으면 헤매 시啪啪嘅， 저래 아유 跳南冇咩啪啪嘅， 태어나면 아유 係要面縫縫嘅，所話 저기 嚇。 야요에 해서 명한 날 가게 쌤我相关哎呦，好啊，弟嘞。这部片是比较走轻松基调的，但是其实也有带出一些关于精神议题以及背后的家庭支持方面。在17岁的时候，在马街那时候被诊断出来是躁郁症，就一直不要控制到现在，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病人的不安，以及刚刚所讲的污名化。我挠你呢。跟你妈讲，不要一直逼你哥去考试啦，弄到小孩都忧郁症了，不好吧？你说什么啊？哎，不是他就是已经都弄到自杀了。我哥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哎，怎么不关我的事啊？说句难听一点的，万一要成功的话，以后我们这边的房价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再跟你讲一次哦，我哥没有忧郁症，你管好你自己家就好了。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那为什么会觉得他丢脸？那这件事情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我掉啊！两清，方晴怎么了？好急啊！好养这片对我的意义真的很大。我一直很想写一个关于精神病患的题材，虽然大家那时候都跟我说你不要闹了啦，对，然后台湾不会有公司愿意拍，也不会有电视台愿意帮你播。那这部片现在有机会可以被拍上映，是让我重新看到，就是也许我们台湾的影视业不再只是专拍某些路线的片子。客家电视台睇淡以前嗰度成年嘅题材，做出人會去思考嘅作品。現在無碼限制，拖延都韓國有好發揮。精神疾病这一方面是比较少有去写到的。那通常有描述到的，应该都会是单一病症嘛，就是精神疾病、精神病患杀人啊，或者是社会上看待这些精神病患是一种不定时炸弹、比较灰暗的一些看法。我们主要是描述说各种疾病的患者和家属之间的一些问题。你衣服弄这么皱，去学校被同学看到会被笑哎。我帮你弄好。哎，你哪用做嘛呀？你做嘛该用啊？你用的冇？伊聽日我嘅時候名人名你冇看到咩？好呀，想講嘅啦。放開他！過來，啊，不該用的，放開，不要看，站住，不要看，不要看，站住，放開啦，放開，不要看，是不對啦，站住點笑，不該用的，好了，放棄，不要看。好來，一開始好，看到真的是我靠。你做嘛該用啊？拍攝之前，我們顧問鄭志道醫師有給大家上課嘛，然後講述一些症狀的特色。那當然，在拍攝期間，不知不覺我或者是演員都會用以往他們對影視上面所學習看到的一些狀況來模擬那些病患。是因為我變到這個人格的時候，我聽對方講說，哎，剛剛那個誰來哦，所以久而久之，我知道有另外一個人在我身邊，是因為這樣子的。對，所以我們也可以是設定是你是一直以來讓你從外在得到資訊，由外在得到資訊，哎，原來你老婆剛剛來過了，哦，在哪裡？然後從外在得知的。沒錯。當然啊，也是盡量不要把這些精神疾病患者啊拍得說那麼灰暗啊，那麼讓人家感覺負面。媽媽，
妈妈。安子生，实在多感谢你啊，着按照顾佢哦。也係我就應該做嘅。健康又乖乖，这个东西又唔难哦。你紧啊？安子生。选角方面呢，我们当然有配合每个演员他的心理层面和以往的表演方式和他的个人特色来进行角色的配对。然后这些演员当然都是这个业界的这个优秀的，像吴正体啊、朱慕豪老师啊、王娟、谢琼轩、郎姐，这群好演员成就了这部戏。阿劝松柏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吗？医生啊，迄个这种事，若无被阿劝去吞研究所，佢係咪就唔會不平呢？全部怪我唔好。佢咁好。咁喺醫生人就變咗阿牛，唔會好咧。妈，谁？这吓到了。然后等下把这个推出来，这边把它长起来。我还是要恭喜。无影片的行业的当中，有几多场戏，还会处理评分好点点的发作的状态，导演团团队每路上的真实的来呈现。总之就是想办法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他的制服他，但是他会极力抗拒。总之。翊正呢，他有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会折纸，不管是折飞机、折动物之类等等的，这是他一个很专业，然后也是他或许是他发泄情绪的一个方式。翊正，唔好意思，我就输这里哦。有关沙菲台中亲接督导嘅小物证，睇下出戏当中，俺哋咩真实呈现。那种年纪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蛮多类似的问题啦，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但是能力又需要再更努力，然后就很容易造成自己心理的压力。
忧郁症跟忧郁的情绪，它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好，那一般人都会有忧郁的情绪，那它这个持续超过2个礼拜以上，那或者是说它已经影响到各方面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就有可能是处于一个忧郁症的一个状态。那忧郁症来讲，现在很多的研究显示，它在轻度跟中度的时候，也许它的介入是在药物或者是非药物都有一样好的效果。好，但是严重的忧郁症的话，事实上药物的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有怀疑，那甚至已经到达了有自杀风险的时候，好，那这个事实上就是需要精神医疗专业人员介入的时候。咁低呀！押言共发，关你陪你共发。嘘，冇啊，你讲法啊？干员妈该上。你先生，我也姑娘错，我冇姑娘啊，我早就离婚了，我冇时间，我比赛，我专心。等我再讲。在我职业的这个生涯里面，碰过很多困难的个案，特别有一些像是视觉失调的，那他在某些情况之下，受到一些环境的压力，然后他可能就会有症状的这个变化，那甚至有很多是有这个攻击啦，或是自我伤害的，好，那这些族群的话，事实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小姐，你怎么了？啊？你在我房间干嘛？小姐。哎呦，人家比你大一点啦，叫我姐姐。姐姐，我们先到病床上躺一下哦，因为你生病了，医生等一下马上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先到床上休息一下哈。艾薇亚，给他不让嘛？进来！给我你身体冇舒服，冇你。想要好运来，我骗啊！呀，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他不让嘛？冇，你就是强者呢。你不听，好嘛，按照你做吧。哎，别干生意啊，我要比赛啊！洗手间的。喺一场戏当中，我哋重点标题冲上后真后群嘅描写，希望使得有韩国岛人对一群诉讼嘅灵魂，会有团头摆无共用嘅认识。小轩，小轩，小轩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现在是安全的。小轩，我是护理师，没事了，没事，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干嘛？不要碰我！其实像创伤后症候群的话，就是在一个人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濒临死亡的一些经验，好，例如是说像921啊，好地震啊，或是说空难啊，或者是说被性侵啊，好像是有些是在战争的这个退伍军人，好，这些情况的话，都可能会有这个创伤后症候群的一些症状。那这个部分的话，是需要看它的严重的程度。好，如果说它已经影响到整天的生活，随时都是看到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相类似的情境，它就变成说情绪非常的急躁的话，好，那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及早的一个介入的治疗，好，比方说是药物的治疗或是非药物的一些处理。
你好，我是杨浩。这部戏要传达给观众的讯息其实有几个，第一个是正确的知识，希望至少可以引起大家对于精神病患的重视跟对于这项疾病的兴趣。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照顾一个精神病患的背后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家庭跟社会组织整个来支持的。那如果我们身边有遇到这样子的家庭，其实真的可以多给一些关爱，或是多帮他们一些忙。第三个是，就也是提到刚刚讲的去除污名化。我后来才发现说他是睡着的，可是他眼睛是打开的，你知道吗？PTSD， 小轩没事了，没事了。我想伊嘞。走啊！医生很经典。因為但唱喺知道，人做嘅事情都有限。